后来这段消息继续来看，郭台铭的副手资深艺人赖培霞，有人质疑伊的学历。前立委李后的查囝李文讲，赖培霞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学历，迄是有钱就会当读的课程。郭台铭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黄士修回应讲，迄是进修的课程，若是无法度列伫个选举公报面顶，安尼就卖列。黄士修讲，以郭台铭甲赖培霞两个人的经历，这个学历毋是重点。另外，赖培霞有美国的国籍，依照规定，无法度参选为，无法度登记为参选人。黄士修讲，赖培霞当咧申请要放弃掉美国籍，虽然作业的时间可能要3个月至6个月，但是嘛有伫个2个月内就完成的前例。律师即卖当积极来协助。欢迎赖佩霞女士入场。郭台铭昨宣布由资深女明星赖培霞担任总统大选的副手，不过赖培霞也有美国的国籍，恐惊无法度登记做参选人。在记者会结束后，他当天就立刻请律师协助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就会提出准备好相关的文件，向 AIT 来申请。在 AIT 要求要所有的文件或者要宣誓放弃，也会全力的配合。根据总统、副总统选拔法的规定，参选人伫咧公民连续阶段未新查国籍。若是通过人数中选会地调查，有外国国籍的人未当登记做总统、副总统参选人，若受理登记时间是伫咧11月20到24，所以赖培霞上外爱伫咧11月24，就摕着放弃美国国籍证明，才会当登记。以我过去自己的经验呢，首先要在线上跟 AIT 去提出放弃国籍的申请。那 AIT 自己也说，这个时程呢可能会需要花费3到6个月，甚至更久都是有可能的。这完全取决于美国他们行政审查要去花多久的时间。确实是有点赶哦，但是我们去看过一些前例哦，有些在2个月内其实就可以办得成。所以并不是办不到。除了国籍的证据，赖培霞学弟毛前立委李敖的查囝李文伫咧并且积极，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经营领导，要读也蛮简单，有钱就会用。这个就是一个进修的课程，这个学历到底要不要列在选举公报上？我觉得不是什么重点，不列就不列啊。郭台铭他有需要在选举公报上列他的高等学历吗？资深艺人正做副总统参选人，都被下位演艺界下到政治界，过去经历拢扣民众放大检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